八卦陣。八卦陣地理位置圖。八卦陣是位於秦皇島老龍頭景區寧海城內。寧海城是位於老龍頭的一座明代軍事城池。八卦陣全景。八卦陣全景。八卦陣石碑。八卦陣是中國古代根據易經、八卦與五行原理所創的軍事陣法，相傳由三國時期蜀漢軍師諸葛亮、孔明所推演改良，又稱八陣圖。此陣結合天地風雲與生剋變化，主要用於調度軍隊、昆敵與防守。歷史與傳說三國起源，最著名的使用者為諸葛亮。傳說他在汝伏平沙堆石布陣，利用亂石堆與遁甲原理變化萬端，能抵擋10萬精兵。歷史記載，正史中確實記載，諸葛亮曾推演兵法作八陣圖，是用於實際軍事訓練與教閱戰士的陣法實體。後世演變，唐代軍事家李靖將其簡化為六花陣，後代也演變出民間的九宮八卦陣，與民族遊藝活動如九曲黃河陣。陣式結構與原理。八門配置，陣法常對應休、生、傷、盜、警、死、驚、開八門。核心精神，利用隊伍的完整性與視覺干擾來打擊敵人士氣，並非小說中擅靠石頭就能自動運作的魔法，而是展現古代高度戰術部署的軍事智慧。中國六經是指詩書禮樂易春秋六部儒家經典。諸葛亮八陣圖。易經以陰陽變化為本，五行與八卦是中國古代哲學的核心。八卦陣全景。五行則指金木水火土五種物質與動能。八卦陣全景。八卦代表八種自然現象：乾天坤地震雷巽風坎水離火艮山對澤。八卦陣全景。八卦陣全景。
Thanks for your watching. Goodbye. 感謝你的收睇，再見。Video created by Stephen Liu. 影片由 Stephen Liu 製作。